行政長官李家超日前向全港17萬公務員發信，從公民責任、憲制承諾、公務員守則嘅理念同埋切身利益4個維度，呼籲所有公務員喺今年12月7號舉行嘅立法會換屆選舉之中投票。整封信言辭懇切，情理兼備，清楚說明公務員作為政府團隊一員，應該以身作則，以投票履行公民責任。更加表明投票係公務員體現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嘅宣誓聲明嘅具體方式。亦都體現咗公務員守則嘅理念嘅實際行動。擁護基本法同埋遵守公務員守則係現職公務員嘅基本責任。行政長官嘅呼籲切合咗民情民意，值得社會同埋全體公務員支持。嗰封發俾全體公務員嘅信函標題係立法會選舉踴躍投票，以身作則。從4個維度分析，公務員應該以身作則喺立法會選舉中投票選出立法會議員嘅理由。李家超開宗明義引述基本法第26條，該條定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再進一步鮮明咁樣指出，投票唔單止係包括公務員在內全體香港市民嘅權利，更加係應有之義。公務員作為政府團隊一員，更加應該以身作則，以投票履行公民責任。李家超早前出席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時明確指出，好多政府政策都要經過立法會立法或者係撥款先至可以落實，因此立法會選舉至關重要。特區政府會全力推動同埋落實好選舉工作。換言之，推動同埋落實好立法會選舉係政府嘅重要決定同埋行動。而對公務員嚟講，推動同埋落實政府嘅決定同埋行動係基本責任。我認為李家超喺信函中所講並唔係啲乜嘢新增嘅要求，僅僅係重申所有公務員在情在理都應該負起嘅責任啫。喺立法會選舉中投票，對公務員嚟講唔單止係權利，更加係應有之義，呢個係絕對合情合理。信函中所列嘅第2同埋第3個維度，分別係從體現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的宣誓聲明的具體方式，同埋體現公務員守則的理念的實際行動呢2個方面，進一步確立公務員喺選舉中投票嘅責任。我認為呢2個睇落去唔同層次嘅維度，其實係一體兩面。李家超信函中列出嘅論證，清晰咁樣闡明公務員係有責任喺立法會選舉中投票嘅法理依據。事實上，現職公務員都已經依法宣誓，聲明定當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盡忠職守，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既然根據基本法第68條，立法會係由選舉產生，咁樣已經聲明擁護基本法嘅公務員，自然亦都應該以實際行動支持立法會選舉。同理，公務員守則作為所有現職公務員履行職務時嘅金科玉律，當中亦都清楚要求公務員有責任擁護憲法及基本法，全力支持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所有公務員均須本着真誠、全心全意、竭盡所能，從速履行職責，並協助行政長官及其主要官員實施政策及行政決定。既然李家超以行政長官嘅身份表明，特區政府會全力推動同埋落實好選舉工作，咁樣整個公務員團隊自然亦都有責任以身作則，參與投票，以最直接嘅方式去支持政府。至於信函嘅第4個維度，則係說明投票同埋公務員嘅切身關係。基本法賦予立法會重要憲制職權，包括制定法例、審批政府撥款及監察政府工作。正如李家超所講，政府好多嘅政策都必須經過立法會立法或者係撥款先至可以落實。每一個立法會議員嘅一言一行，同埋點樣履行同政府互相配合、互相制衡嘅責任，係直接影響公務員嘅日常工作。公務員親身投票選出合適嘅代表進入議會，作為工作相關嘅重要持份者，對公務員嚟講，無疑係有切身關係。要求全體公務員投票，實屬合情合理。
除咗4個分析維度之外，信函嘅最後亦都重申，已經要求各個政府部門為喺投票日需要當值嘅公務員提供一切可行措施，便利大家去投票。李家超本人亦都同樣呼籲同埋推動香港各個公私營機構、企業同埋組織，鼓勵佢嘅人員去投票，並且提供可行嘅便利。參考外地嘅經驗，各地嘅投票制度因為國情有異而有所不同。但係整體嚟講，為咗方便投票日當日有事未能親身去到票站投票嘅選民，各地各自都有一啲特殊嘅投票安排，去便利選民，包括公務員去投票。而就鄰近我哋嘅澳門特區，澳門特區政府喺今年9月嘅立法會選舉，更加為公務員創設咗唔少便利嘅條件，例如彈性安排需要當值嘅公務員投票，同埋免費交通安排等等。上述嘅安排同香港特區政府容許當值公務員暫時離開工作崗位投票，甚至係俾公務員可以報銷往返票站同埋辦公室交通費用嘅理由係相同，就係要方便當值公務員履行公民責任。政府已經確認同埋推行呢啲措施，而政府亦都適宜參考澳門同埋其他地方嘅經驗，積極考慮其他切合香港實際情況嘅創新而合法嘅措施，進一步推動公務員喺立法會選舉中投票。公務員踴躍投票唔單止可以喺社會作為表率，咁對於吸引市民參與立法會選舉同埋刺激整體選舉氣氛，更加係有非常正面嘅作用。李家超今次致函情理兼備，內容詳實，而且有節有理，等我哋嘅公務員從憲制到工作層面清楚理解就選舉投票嘅本分同埋責任，絕對值得現職公務員嘅全力支持。